平安。今早起用的这个经文是咱的这个新安宫读经伫本周的经文，讲到提摩太伫迄个保罗伫最后伊所交代提摩太的几项的事，所以咱早起用这个来伫咱的儿童主日的时阵，咱也相夹来学习这个保罗怎样来咧教导提摩太，特别伫信仰、伫牧养的方面。咱知影提摩太是出世伫小亚细亚的罗斯德，伊的老爸是希腊人，老母是犹太人。对细汉伊就受伊的老母、伊的阿嬷甲伊的老母的影响，所以伊就真正识有读圣经。了后由保罗的带领，佮受保罗甲伊行割礼，伫遐来入入信仰。保罗甲提摩太两位亲像爸囝迄种亲密的关系。伫提摩太前书第1章第2节，保罗就称呼提摩太讲：伫神做我真的囝儿，伫神做我真的囝儿。搁伫哥林多前书甲腓立比的书中，伊直接称呼提摩太讲是我忠心的囝儿。哥林多前书第4章17节讲：伫主里，伊是我亲爱搁忠心的囝儿。伫腓立比人书第2章22节讲：伊甲我的关系就亲像囝儿甲老爸，为着福音的工作。斗阵劳苦，所以咱看提摩太，诚做保罗的忠实的囝儿，也甲伊三甲伫传福音的顶面有份。所以提摩太参加伫保罗第2次的报道旅程的工作，这记载伫《使徒行传》第16章，到伫第1节到伫第3节的中间有记载。保罗带提摩太斗阵去传道路的这个旅程，了后提摩太甲保罗逐所在去宣教，诚做是保罗上界亲密的一个同工。保罗伫济济的批信的起头，拢有提到着提摩太的名字。提摩太嘛，亲像是保罗的特别差派的一个特使。常常带保罗的教师，也是保罗的交代，去到伫各教会底下来传达。保罗伫第一摆受了，然后伫罗马受讨棒了后，伊就到伫小亚细亚去巡视遮个教会，然后将提摩太就甲伊留伫幼所，伫迄个遐来牧养幼所的教会。当咱今仔日所读到提摩太后书，大概就是伫主后66年，这个保罗第2摆搁再受了关伫这个罗马的时阵，伊伫迄个狱中，伫迄个监狱的内面写批互提摩太，伫遐来交代提摩太到伫罗马来看伊。伊讲你来时，就爱会记得带遐个册、遐个书卷，以及伊的外衫来到伫罗马来看伊。这就是咱所今仔日所读的这个经文的一个背景。咱要对保罗甲交代提摩太的这个事，咱对3个方面3角来学习。第一个方面，咱要学习的就是讲是一个牧羊的团体，牧羊的团体。伫第10节，伫这个遮，咱拄则所读。提摩太后书第3章第10节讲：独独你有顺坦我的教师品行志向信靠宽容仁爱吞忍，甲这个困毒以及苦难。伫现代中文的翻译是安尼翻译讲：但是你已经跟对了我的教导甲人生观，也效法。我的行为、信心、宽容种种，伫即个遮现代中文特别用一个讲仿效，就是讲你已经学
有学我的模样，学我的款式，我的行为，我所画出来的这个品格。最近咱常常看到伫即个新闻的内面，提到着一寡这个做人的老师的，伫教导学生的学习的顶面，因犯着真严重的错误，所以讲有留落一个错误的示范啦，错误的示范。即种错误的示范，使得家长对教育，也是讲对老师，因就失去信心，甚至伫遐要求讲伊的囡仔要来转学，要来到伫别个学校，免得因的细囝伫遐受到第二度的伤害。其实咱知影，上界有效的教导，就是模样的学习，榜样的学习啊。伫课堂的顶面的教导，课堂顶面的讲述，是当然是要紧。总是保罗搁较强调的，伊要求这信徒讲恁着学我，亲像我学基督。哥林多前书第11章第1节，你们该效法我，像我效法基督一样。就是咧讲，恁着学我，亲像我学基督迄种的精神。腓立比人书第3章17节，保罗嘛安尼讲兄弟啊，恁着斗阵学我，也着留心留意，看遐个照咱的模样，照阮的模样咧行的人。恁着学我，嘛着爱注意看遐个照阮的模样，照阮的所行的遐个人。对帖撒罗尼迦的教会，保罗搁较强调，讲恁嘛正做别人的模样啊。所以帖撒罗尼迦前书第1章第6节到第7节讲，就效法阮，也效法了主，甚至恁做了马其顿甲阿该亚所有信主的人的模样，就效法我们，也效法了主。甚至你们做了马其顿和亚该亚所有信主之人的榜样。就是讲，恁不但有学保罗，搁再学基督，也真做遐个人，伫马其顿、阿该亚所有的人的模样，真做因的榜样。我想对一个囡仔来讲，伊上界早去接触到，要学习还是模仿的对象，就是老爸啦。所以犹太人的教育讲，学习是对模仿开始，学习是对仿效，就是讲学别人的模样来开始。所以咱看有时仔细囝，常常是伫遐学习大人，伫遐学大人的动作。尤其是老爸做老爸人，伊的一举一动，有时仔拢真做囡仔的学习的一种的对象。真像有时仔有的囡仔会学习，会学伊的老爸安尼目头角角，啊是讲学老爸安尼翘骹练喙鬚，看老爸读报纸，伊嘛摕一个报纸摕起来，安尼照做一个安尼，敢若亲像咧读报纸的款式，学一个大人的款。犹太人的老爸是真正爱读册，因是真正注重学习的。所以囡仔自细汉嘛看到老爸的这种的款式，因嘛真爱读册，就养成这种读册的习惯。前美国的国务卿这个基辛格，伫伊的自传的中间，伊就讲伊伫细汉每礼拜伊拢会甲伊的老爸斗阵读册。意思是，伊的老爸读伊的册，伊读伊的册，总是伊会甲伊的老爸斗阵伫遐读册，伫遐学习。伊讲因厝，伊细汉住的厝，一间公寓内面有5个房间，总是这5个房间内面，听讲拢囤足侪册，拢是摆咧真侪册。所以其实就伫细汉，伊就是伫这种的册堆的内面。伫即个呢册堆安尼围伫伊的边仔的内面来成长，伫迄种的环境的下面，伊就渐渐学习，就学一个，互伊真做真爱读册、真爱求学问、求知识的一种的动机啦。咱拢知影中文咧讲即个学，即个学习的学，
这个恶这个字呢，本身就是有一种迄个模仿的意思。邪就是一种仿效。我咧恶，吼，咱用台湾话讲，就是讲恶，吼恶，咱咧恶人，啊是讲你有时咧讲啊，你拢恶我，恶我，意思就是讲你拢照我的款式，吼，模仿我的行动，模仿我的作为，安尼咧做。所以咱咧讲台湾话，咱咧讲恶，这个恶，学习的恶，你学物件，啊是讲你学人，吼，拢是有迄个仿效，啊是讲迄个照别人的模仿别人的即个做法。咱知影，咱若是捌学过即个号做书法，啊是学过国画的人，咱就知影，拄开始，即个老师呢，一定是摕一寡字帖啊，啊是一寡别人学画的即个图，互你，你就是照安尼来画。讲临摹，就是讲你照你所看到的即个字帖啊，照伊的笔画安尼来写，照你看到的即张图，你就照安尼来画。所以，迄是一种的模仿，一种的学别人所做的，你就照安尼来画，照安尼来写。1996年，我有机会到伫瑞士日内瓦去读册去进修，然后我就利用期间到伫巴黎，伫遐5天的时间伫遐来看。啊，当然去到伫巴黎，就一定爱去罗浮宫，去罗浮宫看遐个世界的名画。当然，咱常常讲去到伫罗浮宫、罗浮三宝，一定爱去看。像即个蒙娜丽莎的微笑，一定会去看。总是我去看即个罗浮宫的时阵，因为我伫规日拢伫迄个内面，我常常